如果你見嘅係一份私人工，你好大機會遇到呢個問題。你期望嘅薪金係幾多呢？你聽到呢個問題之後，可能會諗：哇，最好係20萬啦，因為講一半都有10萬啊嘛。梗係唔會啦，你講做戲咩？其實面試官心入面都有一個差唔多嘅價錢俾你㗎啦，只不過佢唔會講出口，佢會問你。點解佢問你啊？就係知道你知唔知道你喺市場上面值幾多，從而推敲你嚟之前有冇做好準備功夫咯。所以咧，你就俾呢個機會面試官講出佢心目個價錢先。因為點解啊？根據談判嘅理論，邊個開價先，嗰個價錢就係對佢最有利嘅。如果面試官同你講話，我俾2萬蚊你啦，即係話佢起碼都俾2萬蚊你。如果你同佢講話22000得唔得啊？可能都有機會嘅喎，因為2萬係對佢嚟講最必然、最起碼會俾你嘅數字嚟㗎嘛。咁如果面試官再追問你啦，就話啦，喂，咁你話俾我聽，確實你要幾多錢啦？你俾一個範圍佢。點解俾一個範圍佢呢？我假設呢份工能夠帶俾你一啲好有價值嘅經驗啦，呢份工對你嚟講就必然係好重要。你俾個範圍佢就唔會令到自己跌出咗佢心目中嘅預算，咁你咪可以穩打穩紮攞到份工咯。咁你就會諗啦，哇！我做耐咗之後仲係咁低人工，我咪好唔抵，我咪蠢咗。其實唔會嘅，因為咧，如果第時你做得好好，幫公司揾好多錢，佢都唔加你人工留住你嘅話，你去第二度一樣可以得到加人工嘅啫。